家好啊！北上消費嘅熱潮真係有增無減，不論係高中低價位嘅消費模式咧，都應有盡有噶。咁今年咧，同媽媽慶祝生日咧，就決定去試下呢一間深圳嘅5星級酒店中菜廳——柏悅酒店嘅容閣。位於深圳福田市區裏面嘅，鄰近購物公園站或者係會展中心站，離福田高鐵站咧都只係15分鐘左右嘅步程，非常方便。柏悅酒店咧係海悅酒店集團裏面咧定位最高嘅品牌之一。咁深圳嘅柏悅酒店咧就係位處於綜合嘅商業大樓裏面啦，大樓嘅高層區域咧先至係酒店嘅部分，而中菜廳咧就設於酒店空中大堂嘅嗰一層噶。咁餐廳咧嘅樓底非常之高啦，而且咧地方非常之寬敞闊落。坐好之後咧，職員仲會附上歡迎茶啦，每隻嘅茶杯咧款式都有所不同，非常特別噶。另外亦都會準備咗啲免費嘅歡迎小食啦，包括係一款綠豆糕同埋時令嘅生果。前菜我哋就嗌咗呢一款腐竹山蘇卷。山蘇咧又稱為鳥巢蕨，呢款比較特別嘅植物咧，我都第一次食噶。咁咧用腐竹包住咗之後咧，食落去咧嘅層次感咧就更加豐富，而且口感清爽又清新。另外一款嘅頭盤咧，我哋就嗌咗呢一個菌醬撈清遠雞。手撕清遠雞嘅雞肉咧，肉質都幾嫩滑噶，再加埋多款唔同嘅配菜啊，撈埋一齊去食咧，口感非常之豐富。食落咧，亦都有少少好似松露嘅香味，整體嚟講咧都算唔錯嘅。山家土豬叉燒外層食落去咧就都幾脆口噶，個蜜汁非常之甘甜，加咗少少金箔提升賣相格調。叉燒嘅肉質好夠腍啦，咁咧肥瘦尚算均勻嘅，當中有一兩嚿咧就偏肥少少，絕對唔會輸蝕俾黑毛豬叉燒。如果怕太漏嘅話，就可以加少少青檸汁去食。香茅玻璃脆皮乳鴿絕對襯得起呢一個名啦，就算擺咗一陣先去食，呢一個乳鴿嘅皮咧仲係非常之香脆，好似玻璃一樣。乳鴿嘅肉質亦都唔錯，食落去咧仲有少少香茅嘅味道，可以中和翻乳鴿嘅油膩感。海鮮方面，我哋就每人嗌咗一客金湯小米煮波士頓龍蝦。咁咧，佢係用咗新鮮嘅波士頓龍蝦嚟去炮製噶，肉質咧飽滿結實，口感亦都非常之彈牙嘅。咁我湯汁咧就配搭選用咗一個山西小米啦，加入咗雞湯去烹煮，提升翻個龍蝦嘅鮮甜味道噶。咁可以視為一個更加有口感嘅龍蝦湯，以一個中式嘅方法去烹調。鮮蝦貴妃泡香苗飯，咁我哋咧就嗌咗一份係198蚊人仔嘅，可以分成為4份啦。如果人少就可以嗌一份，咁呢個咧就係大概1人嘅份量啦。湯底咧就以番茄同埋鮮蝦作為主要嘅材料，咁咧就同普通嘅一啲海鮮湯飯差唔多啦。成餐飯最值得推介就係呢一個招牌鱈魚叉燒酥，層次非常飽滿嘅叉燒酥皮，裏面咧係飽滿多汁嘅叉燒同埋鱈魚，口感濕潤之餘，仍然食到內裏粒嘅叉燒。食完之後印象非常深刻，係必叫之選。至於海膽石鍋自製黑豆腐呢一款菜式就相對比較平庸一啲啦。海膽同埋豆腐本身係唔錯嘅配搭，只不過呢一種炸黑豆腐咧外層咧就炸得有少少厚啊。咁炸豆腐以一個熱鍋嘅形式烹煮，亦都未必係一個最好嘅處理方法。去西餐廳慶祝生日咧，通常就會送蛋糕啦。咁中餐廳送咩呢？佢就送咗呢個長壽麵啦。咁呢一款長壽麵咧就有牛肉啦，同埋一啲蝦啊等等多款嘅食材喺裏面。甜品方面，我哋就嗌咗一款燕窩山蘇蛋撻，職員指係即叫即整嘅，需時大概20分鐘左右。將山蘇揸出嚟嘅醬汁啦，加入喺呢個蛋撻嘅蛋漿裏面啦，所以咧就變成咗綠色，感覺咧都幾清香，有啲似咧食緊班蘭嘅味道。咁撻皮咧亦都做得非常之香脆，再加埋個燕窩，簡直係錦上添花。另一款甜品英雄9號北野侯官燕布甸，咁呢個英雄9號咧其實係一款茶葉嚟噶，布甸食落去咧有非常之濃郁嘅茶香味道，有種似食緊白雀茶布甸嘅感覺。咁再加入咗一啲啫喱狀嘅官燕啦，食落去咧都幾特別嘅。
呢餐飯咧，我哋就4個人去食啦，叫咗咁多道菜，埋單咧都係人民幣2036蚊，除翻嗰個人均消費大約係港紙550蚊左右㗎，咁咧都已經食到好飽啦。提一提翻個波士頓龍蝦，我哋仲要係一人嗌咗1客，總共嗌咗4客，再加埋咁多道菜、甜品等等。呢個價錢喺香港，如果要喺同一個級數嘅酒店中菜廳裏面食餐飯，相信都唔容易，所以都真係幾抵食㗎。用餐嘅環境非常之舒適，食客人數唔算太多啦，即使係接近坐滿咗之後都唔會太嘈吵㗎。咁背景音樂咧，仲刻意加咗少少雀仔同埋蟋蟀嘅音效啊，營造出一個清幽帶點禪意嘅環境。大部分職員嘅服務態度都非常之殷勤體貼，以呢一個價錢嚟講，呢一個體驗絕對係物超所值。同埋大家記得喺美團啦或者大眾點評上面留意一下，有陣時咧會做緊啲活動嘅優惠啦，同埋有啲優惠券可以買㗎，咁就會更加抵啦。咁我就將酒店餐廳嘅詳細資料咧擺咗喺資訊欄裡面㗎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去睇下啦。希望大家中意呢一次嘅分享，記得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喺下一集嘅內容再見，拜拜。